歡迎嚟到說營養，今集為你講下脂肪肝嘅成因，究竟應該食啲乜嘢同埋去避免，請收睇到尾，睇下能唔能夠幫助到你啊！脂肪肝係由於過多嘅脂肪喺肝臟中堆積而發生嘅，主要係有兩種類型：非酒精性嘅脂肪肝同埋酒精性嘅脂肪肝。非酒精性嘅脂肪肝通常由於肥胖、高糖同埋加工食物攝取、胰島素抗性同埋糖尿病、高膽固醇同埋三酸甘油脂以及久坐嘅生活方式而引起嘅。另一方面，酒精性嘅脂肪肝係由於過量嘅飲酒而造成嘅。過量嘅飲酒會損害肝細胞並促進脂肪嘅堆積。如果唔及時治療，脂肪肝會發展成為更嚴重嘅疾病，好似發炎、脂肪性肝炎、纖維化甚至肝硬化。然而喺好多嘅情況底下，改變生活嘅方式，好似健康嘅飲食、減肥同埋定期嘅運動，可以幫助扭轉呢一種情況。為咗改善肝臟嘅健康，食含有豐富營養嘅水果、蔬菜、瘦肉蛋白質嘅健康脂肪嘅飲食係相當之重要嘅。綠葉蔬菜、莓果同埋綠花椰菜等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於肝臟排毒，而脂肪魚、堅果同埋橄欖油則具有抗發炎嘅功效。全穀物同埋含有豐富膳食纖維嘅食物，好似燕麥咁樣，有助於調節新陳代謝，減少脂肪嘅堆積。此外，綠茶同埋咖啡等嘅飲品可以增強肝嘅功能。相反，避免食含高糖嘅食物、加工嘅零食、精製嘅碳水化合物、過量嘅飲酒以及紅肉或加工肉類，對於控制脂肪肝係至關重要。透過維持均衡嘅飲食同埋健康嘅生活方式，肝臟嘅健康係可以有顯著嘅改善。